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人白话语文研究第3堂，主题是优良张友福，又名按照黄泰贤相爱买本人做阿爸一个戏名哈，一个从有18首歌课文一诗一语对照录音第30篇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。大家都会知道，一个白话语文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字的用法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来研究白话语文，讲话方言能有一个发土、尘土、正确土，健康起来，才会流利安尼。另外一个文字方面多看相信各位乡亲大家一个诗会讲就会写，写嘅功夫呢，相信一个唔会差啊。所以讲会讲又会写，真是使得客家嘅语文方面嘅水准，真有达到一个相当高深嘅程度安尼。后来也开始讲优良张友福一个戏出，戏中人呢有黄泰贤、阿敏的阿妹、阿芳等等，一共有9位人澎湃。歌声当中有记下间庙堂，也有读书人才嘅在堂修行，安尼就出来几多位几多名人，亲像黄泰贤。有一日黄泰贤家族开始咧夜养式到家业行进行进讲，一个爱系单身一个人，想爱买本人做阿爸，万人想买爱去做阿爸嘅梦。一个过路人，大家看你喺度都讲大家来看电影哦，电影哟，电影睇电影，乜嘅买本人做阿爸话喎，阿面就讲唔等嘅到人莫安尼，看人唔是买佢电影。過路嘅人就講本身都係也嘅老阿伯嘅，就係點呢？唔對哦。阿面就講每天記，莫知莫有莫價位，實在可憐啊！阿面就講老阿伯嘅。唐才嘅建冚愛買本人做阿爸喎，黃泰賢就講冇錯，後生人按到乜嘅名阿面就講嗌冚到阿面，一個名係好聽，又好冚冇，阿面就講老阿伯嘅嗌看到嗰有愛嘅緣分，那係冇稀罕，聽愛專愛福家好嘛，專業嘅福家好嘛你話，睇黃泰賢就講好時候，唔過愛有條件呢，要老伯嘅愛福家該窮苦。唔定有乜嘅條件好，黃泰賢都講，依照安尼講哦，條件就係有三餐要飯本愛食飽，阿面就講食飯是冇問題，我有個房間本愛吃。迄個房間講起來也簡單，也挺有，阿面，安尼條件講好嘅，
也下我手提全是哦。阿明就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也个王太前讲啊，阿明，我问若是会讲甲别人啥刺手，我就莫为难莫为难我。阿明讲，我不但唔会讲人刺手，我还爱人做义父。王太前听到以后就讲，我真係有一個意思。唔止我看，還有按到萬年後，萬年後，我阿咪就講有一個阿妹，一個姑娘，簡簡單單3萬年呢。王太前就講阿妹，家先轉去問5個阿妹，若是娘妹答應，我能來去。我真來去，阿明就講啊，阿妹係相當好嘅人，我做嘅事情也唔是反對過，也唔是嫌我，所以唔是小安道。王太前又講我，阿妹，認我做義父以後，一天去聽我講。一點唔做為多嘛？阿明講放心，我會聽你話，一定會聽你話。好，第二段嘅旁拍，阿明同我呢個王太前一家人都相當有緣，所以兩人一路進行。見聊天，冇一久就轉到屋邊呢。阿明真講，義父頭前一間屋就係我訂嘅，頭前嘅間屋就係我訂嘅。王太前就講阿明，先轉去同5個阿妹報告，講好勢以後。我能來去，阿明就講好，阿妹，我轉來嘅。阿明，看一生看生氣生命過了，生氣生命過了，唔是啦，我唔會熱啦，個阿明也咪都講阿明。根本日去做生意好嘛，做到好嘛。也個阿妹就講阿妹，我根本日冇做生意，點到帶一位老阿伯嘅轉來呢？也咪就講老阿伯嘅在哪咯？阿妹就講佢在。頭前屋腳下，等我入來同先通報，也咪就講阿妹，唔讓嘅實意嘅咯，嘅就係在假一行，我做生意嘅時間，認識的，我做生意嘅時間認識的老阿伯嘅。佢冇子冇屋可帶，冇屋可吃，看到佢親友愛嘅緣分，不但帶伊轉來吃，我要答應伊做爺嘅，爺咪就講阿妹，莫開玩笑啦。我哋屋下3餐食飯都食唔飽嘅，人家做爺嘅，那麼嘅本人食啦，一個阿明就講啊，冇相干啦，我哋食乜嘅，伊就聽我哋食乜嘅，
下面就讲啊，既然接听呢是俺那有反对的脱离结局，请俺义父入来，好，义父请入来，義父請入來啊！哦，讓我啊，做得一批嘢喲，嘢嘛，做得一批嘢嘛。阿明講做得啦，挨來介紹，伊就是阿妹，阿妹，也為就是挨講嘅義父。講個義父，阿咪就講啊，家無土係愛喊伊親家了。黃太先那個，從今以後，我就喊伊車妹。阿明就講啊，阿妹，我想將倉庫的東西搬走，整理俾義父帶好嘛，不伊係好嘛。一個也咪都講啊，那係冇氣象，就將倉庫打掃清啊。本呢義父帶好嘅，阿明就講啊，好，我來別說。這個黃太賢就在兒子阿明屋下吃下來，經過一星期。黃太賢也喊阿明準備4天的工作，黃太賢就講阿明，將各種拿去河壩度裡浸水，義父4天的時間忙多。做乜嘅一下就愛來浸國中咯。黃太賢就講，做就捱嘅話去做，咁麼捱會欠呢？阿明就講啊，義父莫欠，我一下就來去浸國中，放心，我會聽嘅話。好，講啊，第三團，其中人係是一樣嘅人哈啊，一個澎湃，隔壁鄰舍看到阿明在伊倆嘅時節浸國中，大家看到時都係笑阿明係唔係腦筋有問題，有的腦筋有問題的。一個有答，你一個開始咧做阿爸，不知不覺經過一年，鄰舍能開始做平常嘅節氣來浸國中，但係洛陽嘅以後，鄰舍嘅國中陽嘅本雪上霜雪。大事強強，能在浸過國中，阿明先浸嘅國中樣嘅過程，唔驚霜雪打掃，鄰舍感覺到奇怪。有一日早晨，黃太賢同阿明講：阿明。天公爺就好請工人來4天呢，好啊，都好上午嘅阿鳳哥忙做田舍。黃太賢講：係啊，都好上午嘅阿鳳哥忙做田舍，一個請佢來聽書來幫忙。有樣，阿明講有樣哦，一定一下過限，來同一陣4天，工人過好搶。黃太賢就講啊，好，去同佢哋聯絡，準備天工人，就來4天。
阿明讲好，挨落去唱，一个有氧，伊就双我阿凤做田社啊，伊讲我就唱伊来帮忙，伊就讲有氧，伊也下就歌喊，唱公人也系个奉品啦，同时来讲，讲好，连落去天公日就来4天，阿明就讲好，挨落去。阿明呢用诶4号诶一个日，忽然间落台做水灾，陆陆续续落嘅几下日嘅台雨，有一日上午嘅阿凤哥就来寻阿明了，阿明，挨来唱讲。迄毋系微卜先知啊，用来讲咯。毋讲爱为微卜先知，哟，用晓得一个日前，就是先思后我为，用为安静安晓得咯。阿明就讲啊。当时，唔但唔系小爱神经有问题，也还有讲爱安静安晓得，也都话有样诶讲咯。阿凤就讲啊，爱看冇看到我哋嘅样诶嘢都停慢，人为本水今时有得。输到上海呀，挨个歌唱诶样诶，无受到影响，系咪？所以挨比唔定好聪明，晓得先进国中来4天，安尼咩？阿凤就讲爱看，这家己诶人，他家。人将看书生，我哋爱我读书嘅哦。阿明都讲哦，那系讲读书我读，我嘅国嘅书生以后，我会先加本等，唔是讲大家都系好人杀。嘅时间，阿明就讲啊。我会死落去几年以后，我国已经有好书生了。王太贤有交代阿明讲啊，阿明，天公人做得将我会割起来。阿明讲，义父，我想去神丹行种几头诶树诶。无会在家己日人来割好嘛？王太前就讲啊，唐爱讲摩登差，天公日割，干天时好有搭有日头晒。阿明就讲，我定嘅无会人王牙多，在家己日怎来割，我多好啊！王太前个是唔得，一听天公日割起啦。阿明就讲啊，好啦，遵从人意思，天公日出来割。一个伊阿妹讲啊，亲家，我在做下堂多唔同阿明讲，天公日割我，系嘛？好，再看下一团。第4堂一个希文，其他相同哈。阿妹，亲家，我在做下堂多唔同阿明讲，天公日就一割我诶，系嘛？王太贤就讲系啊，阿明还上在满几日咧，人来割。
爱讲实在迄土唔得啦，阿妹，刚就去联络阿房，前几天天公爷就同俺哋天数来割无诶，阿妹就讲好啊，阿妹，天公爷割无诶，点心用米糍板搭有含爱煮绿豆汤哦。米糍板有含煮绿豆汤哦，也一点，也咪就讲啊，佢无嘅点心，爱会准备，中去中嘅洗头，王太贤就讲阿妹，我为个好时节，我干爱摘好些洗澡，特边对做一袋。干棚堆起来，用像当干棚样嘅堆起来。阿明讲，样我按麻烦咯。我嘅禾杆洗走以后，蝙蝠来烧就好诶，唔咩安尼下。王太先讲做唔得，一天嚟做挨嘅花去做。阿明就讲。好啦，我就做人话来去做碰碰。阿明就衣服交代嘅话，将禾杆洗走，对在杆棚下。经过嘅建议以后，各地方嘅牛话不牛闻，是迄个几多？有日早晨，王太贤有指示阿明讲：衣服早晨按做喊爱，放床起来要爱做乜嘅嘢咯？王太贤就讲啊，穷快，将禾杆开始解嘅行卖。阿明就讲，一个禾杆到底万人爱买咯？王太贤伊就讲哦，也就是有几多人爱嘅，我唔赞为喊开始卖，几多人爱嘅，我赞为喊开始卖，开禾杆去卖，人又会讲我係不點嘅哦。王太贤講放心啦，我講。开到嘅方式，看到有人经过，就見喊買禾杆。阿明講，讓嘅喊咯。王太賢就講啊，萬人有卡有學牛話嘅呀，那係牛話不穩實嘅捱嘅杆。保育一定會好，安尼話，一個方式，一個開關去買。阿咪又講啊，衣服我等安尼做，會唔會係騙人的呀？一個王太賢就講。衣服愛自認識多件，咁是騙工下。阿明講，確實唔是騙工啊。王太賢講，佢就係呀，夾去買杆，好，我來去買杆，好啊，聽談。一個澎湃，阿明將禾杆一擔又一擔開到街行賣。凡是因為不穩呢，是嚟阿明賣嘅禾杆啊，是就會好。安尼，個人呢，求的人都上漲去到阿明屋企來買禾杆，有經過嘅半個月。
王太贤就问阿明讲：阿明，生理用办啊？阿明就讲：是啊，是啊，我看呢，我看呢，明日来买讲的人下个来无天咯，来无天。想唔到我講會按好用，也沒有講啊，也就會獲得全家國民的支持。王太賢講，應該要講係阿明的福氣。阿明就講，以後我哋嘅我講買嘢很多，穿唔會收錢呢，穿唔會收錢的呢，根本嘅。有錢冇人用，也咪就嚟講。阿明，伊就講啊，我想，我哋來將買禾乾嘅錢拿來做個體檢嘅屋嘅好嘛？王太賢就講啊，我做事做得啦，最後喊嘅姑娘簽字就我家去。hết一陣嘅，阿明就講啊，做幸福同我嘅姑娘又有乜嘅關係咯？也咪要講啊，係啊，讓我愛喊心口在我家去hết咯。王太賢啊，雖然冇關係，最後睇我嘅話去做。阿明就講好，只要義父嘅話來去做。澎湃，阿明就王太賢呢，只是將姑娘帶轉到我家去吃，在路上阿明嘅姑娘，阿珍感覺到怪奇怪，就問阿明。阿珍就講啊，義父啊，喊我在我家去吃，到底有乜嘅用意呢？阿明講啊，我有咩唔知，可能係看到都是安排，將把通道推順啦。阿珍講，哦，義父相當嘅。主多喎，阿明又講，阿珍，家唔在我家做唔得，太麻煩咯，都是安排，身體要照顧好喎。阿珍就講啊，我知啦，幸福做好嘅，人來接我進屋下，哈，阿明講，我意思講。我意思交代，生意呢嘅事我曉得。澎湃，阿明將姑娘帶進去我家以後，王太賢指示阿明樣板來做幸福嘅事情。王太賢就講：阿明，你下可以將屋嘅開始整理下。阿明就講：好啊。我請工人師傅將舊屋拆hết，鐵基嘅重新打過。王太賢就講啊，唔是全部拆，輕輕整理屋邊再起架2間房間就好嘅。阿明就講，我想重新來起個有派頭嘅屋堂。義父唔可能按你做得嘛？王太賢就講：阿明，唔愛啲哦，重新拆屋堂來起過，新屋是當派頭冇唔錯。阿明就講：看到正，更加美麗美觀又好看啊！王太賢又講啊，但係唔愛啲。本身呢屋牆體力會破壞，唔咩真可惜下。
阿咪就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甲插我一看过后的日脚嘛，王太清讲，一安多日都是好日，准备好就做得施工诶。阿明就讲好，后来再请看第下一团、第六团，一个经过诶2个月，阿明诶屋堂已经整理好势，阿明姑娘将2个送上来诶亲戚朋友来祝福。一家欢喜到真系再度合唔笑，那个亲戚大家就讲哦，阿珍恭喜哦，将送上嘅来嘅，等一下，也咪这个唔等来就好嘅，要买按到火里，让好意思喏。让为按功夫，一个总亲戚就讲啊，屋堂如果整理都按好势，阿咪讲随便整理嘅嘢啦，一个也咪就讲啊，我牙喂，10年呢，我拿来去房间，总亲戚就讲啊，我看到最欢喜嘅。迄阿珍同5个阿妹，有送上嘅孙呢好土诶，阿咪就讲，我嘅阿妹就个爱土生日诶啊，总亲戚他个有讲，阿咪有养哦，唔该有福气，阿咪就讲，来，他个来是麻油鸡酒，麻油酒。一个当香哦，米是让我安详啊，他个尽量说。一个是爱吃个3档高熟嘅，总亲戚就这个爱吃些地哦，难为有安好说。阿明。让冇看到个衣服出来是几久咯？阿咪就讲啊，佢在房间休息，挨来去抢衣服出来。总亲戚就讲啊，阿咪几时有衣服咯？挨让唔知咯？也咪就讲啊，就会在去年呢，认识的。2人实在系有缘分，马给上人做父子啊！总亲戚讲啊，亲好咩？也咪就讲啊，孙义父来吃以后，太细项事情都会交阿明做，根本人怎会有？出头的日嘞，总亲戚讲阿明的衣服真系太爱人咯。阿明也咪就讲啊，全系好彩阿明人呢衣服。阿明就讲阿妹，衣服让我在房间咯，让我冇在房间咯，看到冇。可能是行出去路背行嘅啦，阿咪就讲我，但是衣服在房间留有一封信呢，让我写咯，迄写墨嘅咯，也咪安尼问。阿咪就讲衣服写讲，我有按好嘅土壤，冇。安好嘅土壤冇嫌弃系缺失的，同时英语做阿爸，也咪得个，有咩
无嫌我哋物价穷苦啊！阿明就讲，伊讲一道福气，应该系爱爹爹。啊，也咪就讲啊，爱义父系太恩公我，伊很写讲，你下爱有两个崇尚嘅来嘅。将来会还有更之好嘅用途，也咪就讲啊，佢应该爱好好嘅享福，本阿明来孝顺佢长出家，阿明日日去请，请嘅义父进来，阿明就讲我。义父在心里头里嘅想，我等唔是亲戚，父子嘅缘分已經親啦，那係有人以後再有機會再相逢，再來相逢。總前是講阿明，根本要安好嘅福氣，真係也下一般人得唔到位喲。也咪就講，義父既然離開，迄個房間還係愛保留呢，希望有一日而會真啦。阿明就講我，根本以後，我會認真打拼做事，唔會被義父失望，我也會打探義父嘅消息，等於真啦。總前就是講，也真係安多，有量真有富過，以上戲曲文章都講到嘅這個嚇，一個文章啲度裡有一個詩語我啲的嘅素材啊，可以看本客家詩人嘅注解，有注音也有意思嘅。同時有個那個中級考試、高級考試愛嘅啦，也可以詳細讀個記，特別熟絡，相信一個考試應付會個方便安啦嚇。同時一個插曲啲度裡用按了18條歌嘅，主要本大家嚟了解客家歌、河洛歌、國語歌嘅。不同嘅素材，優美嘅素材，喺在呢只嘅，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客家白話語文，希望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